大家好啊，我係高生。今日呢係2025年6月27號啊。咁呢，今日睇到一篇新聞令我非常之悲痛。香港最後一位嘅四大才子蔡瀾先生安詳離開人世啊，終年呢83歲，一個時代正式結束啦。咁香港有四大才子啊，邊四大呢？咁呢就有金庸先生啦，查良鏞佢原名叫做，仲有黃霑啦、倪匡同埋蔡瀾嘅。咁究竟蔡瀾係一個咩嘅人呢？今日呢，我想用少少嘅時間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蔡瀾先生係一個咩人。咁去懷念一下佢咁啦。咁其實蔡瀾先生呢係一個玩得又識得講嘢嘅風流才子啊，一個呢將人生過得好精彩又灑脫嘅人啊。佢曾經講過呢，我對呢個世界冇咩留戀飲飲食食就夠噶啦。咁蔡瀾呢就1941年出世咁佢唔係香港人嚟噶。佢咧其實係新加坡人嚟嘅，祖籍咧就係潮州。咁當年14歲嘅時候佢就已經發表咗咧第一篇嘅文章。後嚟就去咗日本咧去讀電影，之後咧仲做邵氏電影公司嗰度做嘢噶。咁亦都做過咧係駐日本嘅經理。咁當時22歲咧，佢就搬過嚟香港。正式咁樣踏入咧佢傳奇嘅一生啊！咁喺嘉禾電影公司嘅時期咧，佢監製過好多成龍嘅經典作品噶，例如《龍兄虎弟》啦，《一個好人》。但係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唔單止係電影而係佢嘅人生嘅態度。蔡瀾先生係好中意寫嘢噶，但係佢唔係咩文學嘅嚴肅派。佢自己講過咧。寫作只係為咗中意寫而寫，要夠真夠坦白。佢寫蔡瀾談日本，過好這一生，人間好玩，其實本本都好睇噶。佢用一種幽默講人生，用食物講文化。佢曾經講，食評唔只係話好唔好食，而係睇到歷史、人情同埋藝術。咁講到蔡瀾呢，一定要講下今夜不設防呢一個亞視當年1989年嘅節目。當時蔡瀾先生同黃霑同埋倪匡係一齊主持嘅。佢哋咧一邊飲酒，一邊食煙，同埋一邊講女人噶人生死生乜都講。請嚟嘅嘉賓都好犀利嘅，有張國榮林青霞、王祖賢。幾乎每一集都係香港電視史上嘅經典嚟噶。呢三個人呢，加埋金庸就係所謂嘅四大才子。不過蔡瀾講過呢，我哋三個根本係唔可以同金庸比較嘅。但其實呢，金庸有金庸嘅寫作風，而蔡瀾、倪匡都有佢寫作嘅風格，而黃霑都係一個好厲害嘅音樂才子嚟噶。所以喺我心目中，其實佢哋四位都有唔同嘅風格，同樣嘅傳奇。晚年嘅蔡瀾其實呢仲活得比年青人更加瀟灑。佢搬咗去酒店度住，每個月請大約8個人嚟照顧自己，照樣食煙飲酒，笑對人生。咁佢老婆呢過身之後呢，佢就話人生就係咁噶啦，唔使講意義噶，最緊要食得開心，活得自在。佢仲講過話，想自己死嘅時候開個 party， 大家一齊開心，唔好喊佢當時同倪匡係老朋友，兩個人呢都有個承諾噶，佢話邊個走先另一個都唔准喊咁今日四大才子都走晒啦，金庸、黃霑、倪匡，
而家蔡瀾先生都走埋啦，但係佢哋留低嘅文字啊、故事、節目，一直都會留喺香港人嘅心目中。當時蔡瀾呢，其實同倪匡係非常之好老友噶。倪匡走嘅時候蔡瀾都話應承咗係唔會流淚噶。咁但係問過佢，點都會有傷心，點都會有不捨。佢都話過，點解啲老朋友咁快就走，唔等埋佢先啊？有人話過，才子係一種文化嘅產物，係一種浪漫。今日再冇咁嘅人，因為時代變咗。但係我哋可以選擇記得佢哋點樣用酒、用煙去講人生，點樣用食物去講文化，點樣用笑聲面對死亡。亦都有記者問過蔡瀾先生，對於現時青少年有一種叫做躺平文化，佢點睇呢？佢又話過，本來就應該係咁噶啦，即係話躺平文化本來就應該係咁噶。咁唔知你哋又會點樣睇呢？蔡瀾先生嘅人生態度就係講求唔需要諗咁多，最緊要飲飲食食，生活開心，自己開心，對得住人，對得住自己，咁就可遠足矣啦。喺25號，佢安詳離世，冇乜病痛，冇乜痛苦咁樣離開，其實都係一件人生嘅樂事。希望大家如果都對蔡瀾先生有種懷念，亦都有點不捨嘅時候，都諗下佢講過嘅人生態度。每個人終有一死，只係希望唔好有病痛，安詳咁樣離世，已經係對得住所有人。亦都希望掛念佢嘅朋友親友唔好太掛住，因為佢講過，如果你掛住一個已經去世嘅人太多，係會綁住佢靈魂，等佢唔可以投胎噶。所以聽到佢咁講，你哋可以選擇一下，究竟點樣去懷念，同埋對於呢種不捨嘅感覺，點樣去釋懷啦。咁今日我係高生今日講完，希望下次仲有機會可以喺呢個平台同大家再見面啦。亦都再次多謝 King Sir 俾多次嘅機會我可以繼續喺度講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唔錯嘅話，中意呢段片嘅話，麻煩你撳個 like 同埋去訂閱呢一個平台，等我知道你哋都中意，咁我就有機會可以再講多啲。希望大家中意、歡喜，同埋希望世界和平，大家快樂健康。我係阿高生，希望下次可以再同你見面。拜拜。